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正月3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珠。先开始来关心武汉肺炎，除了伫中国周边的国家传开，上新的消息是，包括北欧的芬兰、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嘛拢出现头一站确定的病例。目前，中国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6000例，死亡人数100多人。 伫29案，日本搁再新增加一件本土确诊病例，是台湾女性居民，也是进前已经确诊的游览车司机的随车导游，两人把共车带过武汉团。为了要防止疫情扩散，日本也加强戒备。29日早起自中国武汉出发的第一台特调专机，伫机顶206人，有5个人伫咧机舱内出现发烧、干燥的镜头，带院观察。 另外，落飞机了，官方如果发现有这位新病例也出现发烧的镜头，正伫咧观察，也未确定是毋是武汉肺炎。另外，欧盟也拍算派飞机去武汉，甲欧盟的公民接登去，因为欧洲国家也出现病例。北欧国家芬兰29正式出现第一件武汉肺炎的病例，是一位来自中国武汉的游客，目前正伫咧当地病院隔离治疗。只有芬兰航空29也宣布取消飞中国的航班。 另外，德国29新增加3件确诊病例。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也决定暂时取消所有来回中国的航班。武汉肺炎的死亡率差不多2%，除了中国，包括台湾、越南、日本、德国加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5个国家，拢出现国内本土病例。中国确诊病例数即马已经超过6132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拜四会阁开会讨论是毋是甲武汉肺炎列做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只有马来西亚、菲律宾加斯里兰卡拢暂停中国旅客申请落地签。美国也传讲，川普政府无排除要暂停所有来回中美两国的航班。而中国有期要专门收治武汉肺炎患者的中国火线山病院，也搁伫咧快速的赶工。像8座的大型机具同时伫咧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人也伫咧武汉统筹调度。 官方预计伫咧2月初火线山病院就当启用。记者综合报道。大咱台湾嘛出现头一例本土病例，这是武汉转来台商喂互伊的厝内底人，嘛致使咱国内防疫搁爱提升。为着预防疫情，确实管制爱点咧处理厝内隔离的人，咱政府嘛头一摆要使用手机来监控，需要隔离的民众一人一支手机定位，若是凊彩离开徛家，手机就会通报。 确诊每一位进出病院的民众体温各要求爱挂喙安，而且严格是因为国内出现本土肺炎病例。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国内到20日通报611个个案，其中8名确诊。这8名确诊个案的接触者有460人，其中17人出现相关症状，各已经通报。为29开始做电子监控，配合开启定位系统手机，互需要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人，国家 警政民政单位合作，监控是不是凊彩外出？有460位嘛，那我们可能从里面先针对我目前有的这个手机的数字，先发几位先做事情啊，也可以用视讯的方式，跟他联络，会有一个时间，就是比如说每一天会跟他做个联系啊，他没有回应的话，那这时候这个可能警政单位这边也会有这个收到这个讯息，那也会协助去跟他做一个了解啊。 不过，这种手机定位真歹防止隔离人逃走出去，或者是伫徛家附近、甲大楼上下活动，或者是无扎手机真歹发觉。手机的定位，那我们也会必要时候，我们因为这全民的安全，哦，包括行动监视器的使用。 目前指挥中心也宣布，中国学生延后到2月初9了后，才来台湾，佮要求学校配合集中监测管理，引起中国学生连续抗议。 他们会有14天的这个集中监测的措施。那这个集中监测的措施，原则上它是以1人1房为原则，它不会跟其他的学生混在一起。为了保障劳工安全，劳动部也讲，比较当年 SARS 研究头家防疫行政指导，佮呼吁，若是无必要，唔通派员工去中国疫区；若是无提供相关设备甲预防，员工应拒绝去。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要求各部会防疫工作爱做好集中，嘛强调咱台湾的喙安一定有够野，民众唔通抢买，有需要才去买，嘛唔通囤，唔通趁机会趁侥幸钱。30分钟消毒一次，
自己先做好防护吧。车头的工作人员拢甲嘴掩看开，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民众嘛是家己顾好，武汉肺炎疫情清悬。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视察，要求各部会首长全部拢爱出席开会。会中伊指示要落实管理甲管制。决议所要求的，务必全部到位，而且是全程紧盯，一直到疫情解决。苏贞昌要求各部会要认真面对疫情。即马大家人拢真紧张，挂喙罨变成是自我保护的第一步，嘛引发大家手买喙罨。苏贞昌话话，供应量有够，呼吁民众莫囤货，嘛无应该发国难财。这几天我们卫福部也特别释出口罩，就达到2300万片，而且现在我们工厂大家过完春节已经回来，加紧生产，就一天可以达到近400万片，加上政府早已宣布限制出口，所以口罩非常的足够。不过，行政院禁止喙罨出口，准副总统赖清德说话话，两方爱合作防疫，引发部分利亚支持者不满，嘛讽质疑甲正义无共调。但是苏贞昌敢若无安尼认为，自救才能救人，所以在政府行有余力的时候，我们都乐于帮助别人，我们并没有针对哪一个国家。那赖清德准副总统的意思跟政府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为着防范疫情，武汉封城大约有300个台湾人阁留伫当地。政府希望中国会当允准以包机的方式，互因家人接档来。苏贞昌指出，已经透过海基会甲对方联络，但是无得到直接的回应。政府会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在天气报道在，咱来关心天气。有影足寒的，开工上班的头一天，受寒流影响，天气足寒足冷。气象局有发布低温特报，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部、东南部有低渐雨。透早受寒流影响，加上辐射冷却效应，上低温出现伫咧桃园的大溪只有5度1，是打破去年入冬以来上低温的纪录。这波寒流会继续寒落去，气象局有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其中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也有新竹县，上低温只有6度尔。北部高温嘛只有12度到13度，若中南部大约是伫16度到17度之下兜。规工拢是寒飕飕、冷叽叽，提醒乡亲，今日明仔2天暗时到透早是上寒的时，乡亲一定爱穿好袖。受寒流影响，天气有影寒。气象局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咱台湾伫一寡所在嘛拢落雪啊。因为低温加上水汽有够，过15年了后，北大埔山也落雪。屏东林区管理人员上山巡查，发现7.4公里零线顶悬有残雪，一路到9公里3角点附近。暗过水汽报告，雪也慢慢扬起。受到寒流影响，气象局针对全台17县市发布柑色、黄色低温警报，指示局部地区有10度以下。礼拜5上寒，这波寒流会继续到礼拜日透早。我在新竹县以北至基隆这些地方，未来一直到周日清晨这段时间，可能整天的低温都约在10度以下有的低温出现，那高温可能也不超过12度，会持续24小时。这波寒流为礼拜3继续到礼拜6，新竹以北暗时到透早上低温是10度以下，只是上高温也无超过12度，会连续4天一直到礼拜2日时以后，才慢慢回温到20度以上。中南部是要注意日夜温差大。应该最冷可能是落在礼拜5，最冷礼拜5。但是如果以平均来说的话，礼拜4、礼拜5、礼拜6的清晨都会是很冷的时候。基本上这是这2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冷的这个温度啦。气象专家表示，这是冬天以来上低温的寒流，较大冷山区落雪机会无悬。气象局提醒，使用加湿热水器要维持通风，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年岁较大的人要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主席的补选今仔日明仔2天要领票，3月初7要投票。已经表态讲要参选的前副主席霍良斌甲立委江启成2边的阵营拢讲，因一定会去领票。再来看联合报，
今仔日是开工日，为着要预防武汉肺炎，航空的新春团拜全部拢取消。另外，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在过年期间全球的股市拢落，中港股市昨昏落789点，咱台北股市今仔日要开盘，开盘的表现大家拢在看。国安基金有讲，若准有必要会讨论讲敢要入去护盘。来看苹果日报。中国的武汉肺炎确定的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的 SARS 的人数，疫情是传到全世界17个国家。咱台湾抗 SARS 的名医张尚顺是表示讲，这传染力来看，武汉肺炎可能比当年的 SARS 更加厉害。来关心中南美洲的古巴甲牙买加，当地时间日8发生规模7.7的地震，部分的所在甚至还有苏纳米的警报，好佳在无传出严重的伤亡。另外，土耳其24暗嘛发生规模6.8地震，遭找5天有找到8个生还者，因为黄金的救援时间已经过去啊，所以即马按算要停止救人。土耳其的地震嘛造成41个人过身，超过1600人受伤。浴缸内面的水又到袂输海涌，大楼内面的民众赶紧走。中南美洲的古巴甲牙买加，当地2月早起地区冰心，地震规模7.7，有人讲又到头拢会戆。Entonces estoy parada y me da como un mareo. Y esto que se va a acabar el mundo, porque Cuba es meneándose, pero no así. Y era así, mira, así que susto pasamos. 这边地震震央伫咧古巴甲牙买加之间的海域，深度10公里，是极浅层地震。不过又甲真厉害，连小我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拢有感觉。伫地震了，各地海啸造成中心有发出海啸警报，不过无偌久就解除，也无传出严重伤亡情形。另外，伫土耳其东部艾拉奇省，当地24暗发生规模6.8地震，造成严重的死伤，搜救人员连续几落天拢伫咧救人。Duyuyor musun? Duyuyorum. İyi misin? Daha nefesim daha. Tamam kurtaracağız seni. Bak kurtaracağız. Çabuk çünkü daha dayanamıyorum. Tamam kurtaracağız seni kurtaracağız. 救援队找到人了，是用上紧的速度救人。有一个2岁查某囡仔被救出来了，展出笑容，互救援人员更较有信心。过去几天总共救出8个人。第27暗找到最后一具代替了，才宣告任务结束。这场地震造成41个人死亡，超过1600人受伤。因为土耳其捌伫咧1999年9日大地震时阵派搜救队来台湾斗3天，顶礼拜发生地震时阵也引起国人的关心捐款。土耳其的搜救协会立即就特别伫 FB 发文感谢台湾朋友，互因的温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过转来咱台湾来关心，高雄有团体要发起罢免市长韩国瑜，昨昏开始第2阶段的联署，伊嘛成立2个总部。市内人客伫店，还阁排队到外口，拢是来签联署书。民间团体诉求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第2阶段联署29号正式开始，要伫咧30天内达成30万份联署书。公民挂草团体特别设总部，方便民众联署。有像这样子的据点，民众随时可以找到我们。那这样子的活动，我们点越多，我们这个艰巨的这个目标，30天内我们要收集到30万份，这样子我们成功的机会就能够大幅的提高。另外一个团体 We Care 嘛，东部成立总部，更加准备20万份的联署书，有民众一透早7点就来等总部开门。昨下昼我就去来找，昨过落雨，过落我又来找所在啊。我今下早来搭找无啊。那当然，我们会呼吁所有前来我们这边联署的民众，也都能戴上口罩，并且我们在这边也都准备干洗手液。那这是一个防疫的基本措施。那同时，我们在这边我们也会教育民众跟志工一些基本的卫教知识。高雄有武汉肺炎的病例，防疫原本应该避免人伤过集中，罢韩团体因此要求现场联署的民众挂喙罨、酒精洗手，嘛会使选择网络印联署书，再搁寄出来，希望罢免行动莫受到防疫影响。市长韩国瑜早起继续行村拜庙，但敢若呼吁现场的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一定要挂喙罨，无接受媒体访问。会继续协调，必要时，我们市政府如果口罩不够，我们会紧急来采购。一定要保证我们高雄市民朋友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口罩。韩国瑜强调，若是市民喙罨无够，市府会协调采买。对于罢韩团体开始第2阶段的联署无做回应。记者王家川、大兴坤共同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看澳洲网球公开赛。咱台湾的网球选手谢淑仪，昨天伫咧澳洲网球公开赛，甲捷克选手史翠可娃因两个一组，伫咧女子双打顺利拍入决赛。啊，那伫咧男子单打的部分，比赛结果是互人料想袂到，因为世界球王西班牙的选手纳达尔已经然输去，无拍入4强。奥地利的网球选手提姆一个接发球拍伫咧网仔顶头，改变球的方向，可以伫咧关键时刻抢到分数，连续2盘拢伫抢7赢球。这场澳网男单8强赛，当今的球王西班牙的曼尼奥纳达尔拍了正辛苦，连续让2盘的情形下，第3盘总算6比4保掉。不过第4盘2个人搁抬到抢7，6比6了，提姆连续摕2分，总算拍败球王。I had really the feeling that I was lucky in the right situation. Net court was really on my side, but it's necessary because he's obviously one of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biggest legends this sport's ever had. So you need some luck to beat him. 最后提姆3比2拍败球王纳达尔，第一遍拍入澳网男单4强。同款也是第一遍拍入4强的一个德国22岁兹维列夫。伫咧瑞士的瓦林卡会结出界了后，兹维列夫先落1盘，尾也搁赶3盘，进入4强。伫咧澳网赛之前，伊就讲每赢1场就会捐1万美金作为澳洲亚会赈灾用途。这嘛搁挂保证，若摕到第一组冠军，会甲412万澳币，差不多代表8370万的冠军奖金全部捐出。咱国的网球一将谢淑仪，甲搭配捷克的史翠可娃，是排伫澳网女双的第1号种子。因伫4强赛顺利以6比2、6比3伫落地拍败第4种子的捷克组合，晋级冠军赛。谢淑仪也创新伫咧澳网的个人上好成绩，将会拼第4座大满贯的冠军。一个赛季艾斯摕到胜利，罗马尼亚的前世界球后哈雷普以2个6比1拍败爱沙尼亚对手，第2遍拍入澳网的女单4强。后一个对手是2遍大满贯冠军的西班牙选手蒙奎路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美国，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伫美国时间18公布中东和平计划，希望讨解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不过巴勒斯坦伫咧 Trump 也未公布这项计划之前，就已经心急绝辣。My vision presents a win-win opportunity for both sides, a realistic two-state solution that resolves the risk of Palestinian statehood to Israel's security. Today, Israel has taken a giant step toward peace. Under this vision, Jerusalem will remain Israel's undivided, very important, undivided capital. This decision will protect Israel's security, ensure Israel'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leave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a political settlement with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coming years. Trump 甲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2个人做过宣布这项计划，不过巴勒斯坦这边宣布接受到邀请。虽然 Trump 讲这项计划会使予巴勒斯坦的领土加一倍，不过看起来所有的条件拢是对以色列较有利，看起来是好着以色列。因为即马伫美国 ，Trump 爱面对弹劾案；伫以色列，纳坦雅胡爱面对贪污犯起诉的见效贷。2个人做伙公开这项计划，嘛，互外界认为讲，因是伫咧转移焦点。美国的司法单位直咧调查中国敢有偷摕美国的智慧财产，但美国有3个学者互美国起诉，因为因暗藏甲中国政府的关系。伫美国哈佛大学咧做化学甲化学生物学系主任的学者李平，因为讲家己甲中国方面无任何联系，28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抓去，佮被检方起诉。60岁李平不止隐瞒家己参加中国招揽海外高端人才请人计划事实，也佮伫哈佛学校不知情的情形之下，2011年以科学家身份加入中国武汉理工大学，每个月收来自中国当局5万美金的报酬，另外还佮150万美金的生活费补贴。法院文件也指出，李平摕超过150万美金协助武汉理工大学成立研究实验室作为回报。伊也必须以这学校名义申请专利甲发表文章。No country poses a greater or more severe and long-term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an China.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s goal, simply put, is to replace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world's leading superpower, and they're breaking the law to get there. 美国认为中国利用科学家这非传统间谍，窃取美国科学技术甲智慧财产。另外，这一摆被起诉，还有另外2名伫波士顿分别做机器人甲癌症研究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其中一个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身份。另外一个人顶个月想要将研究样本偷运出美国，在机场被抓，2人拢被指控是外国代理人。针对李别的不当行为，哈佛大学表示已经将其暂时停职，学校方面也会彻查这个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昨昏伫台东红头树的外海有一只渔船啊，可能是因为天气歹，引擎故障，互大鹰拍一个雪冰船，船顶3个人跌落海，2个人甲当也失踪。海鹰一直拍到岸边，台东南树的海巡人员看向大海，继续搜查。直升机也伫空中四界找，想要赶紧找到2个落海失踪的游客。这个意外发生在早起7点外，有3个游客开着渔船啊到南树的军南岩遐去钓鱼，敢若因为渔船啊引擎故障，天气阁无好，大鹰拍来渔船啊雪冰船，3个人拢落海，其中1个人家己受起喊救，不过要2个人拢无消无息。今日上午7点28分，本所接获东兴派出所报案，有一无籍船筏于情人洞附近海域翻覆，本所随即派遣3车6人，协同兰屿消防分队，一同协助寻找。出动10外的海巡人员分别对陆海空3方面来搜救找人，唔敢放松，要争取黄金72小时的救援时效，希望会有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台湾乌熊是保育类的动物，伫一寡特定的所在，拢会写有乌熊出入爱细字。过去有人会讲，拄着乌熊爱爬去你树仔顶，无就爱假死，毋过这拢是错误的观念。若是真正拄着乌熊，爱通报，而且爱点点离开，安尼才对。乌熊定定出现，台湾乌熊的数量敢是变较侪咯？出估约200到600只。如果依照我们在台湾跑来跑去的状况，400-500只应该不会太离谱。除了特定所在熊的状况较好，相关的保育作为也必须得到。人甲熊冲突就是无多回避议题。大家都已经跑到他家去了，都没有礼貌了，对吧？还拍照啊、打卡什么的，你就打扰他了嘛。管理单位自身经营管理的能力要赶紧跟上。熊变多的状况，山屋的经营管理、大众的保育教育宣导，其实都应该赶紧跟上，不然有时候擦枪走火，其实反而对熊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这对人也不好。花莲倒溪村部落是甲研究者以及公部门共同来守护台湾乌熊的好所在。部落巡守队在南岸鱼仔囝放生进前，负起巡守的工作，为鱼仔囝来找到适合放生的所在。伫巡守队上山，也有另外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清除有害的帕拉含子。我们的数据向着显示啊，他们到山上去，大家看到20多个兽夹的部分，还有一些套索的部分。那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有人的进出，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是减缓下来了。所以巡守它确实是发挥了它的功能了。避免人甲熊的冲突，幸福野生动物一个优先安全的栖息地。台湾乌熊的保育课题继续进行中。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气候变迁、气候反常，造成全世界真侪珍贵的物种面对生存的危机。有一对美国的生物学家翁仔某，因伫咧哥斯达黎加用镜头翕到真侪珍贵的动物的形影甲脚迹。即马因嘛甲这些珍贵的相片要甲分享出去。这只美洲狮因小溪流下过稳重式的摄影镜头，像那本来就是伊的栖地，嘛因为无人类伫附近。伊的行为、心态拢是上自然的模样。要甲野生动物翕甲遮清楚无简单，尤其袂当互动物感觉附近有危险。I'v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best locations, where to put the camera traps, near water sources, fruiting trees, and wildlife trails, things like that. And then through the videos, you get to learn a lot about the behavior of the wildlife.What they're eating and how they're interacting between species. 8年前，对美国宾州来的生物学家洛沙索甲伊的太太林西，搬去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省。去年底，因成立瓜纳卡斯特监控计划，伫
伫当地超过40个森林内底，装稳重式的摄影机，收录超过100个无共款的野生动物的物种，差不多1万个录影片段。这挂镜头防水防震，佫会当掠到动态活动，佫有夜间摄影的功能。因希望把这挂翕到的珍贵画面分享给在地的囡仔。Ya casi por el final se acercó un tigre y todos nos asustamos porque se veía tan realista de cerca. Parecía que el tigre se iba a salir de la pantalla. To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to help them learn about nature, learn about science. We know these children are going to be future biologists, future lawmakers, future engineers.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哥斯达黎加的面积无到全世界的1%，但是伊的生物多样性却是占全球的5%，而且这其中佫有超过25%是国家指定做特别保护的森林甲保育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武汉肺炎，高雄市的防疫已经是1级的。今日开工，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要求要加强防疫管制，针对公部门甲私部门，柜台的服务人员也个警卫、保全，全部拢强制要挂喙罨，而且一寡大型的活动、展览场出入嘛拢要量体温，因为私立的幼稚园是今仔日开学，昨昏嘛拢已经要求讲要全面消毒，而且学生囡仔也个家长出入嘛拢要量体温、挂喙罨。救备水泡服部开园前一天，私立幼儿园全面伫咧清洁环境，囡仔坐椅仔、桌啊、阿姨啊车，先用酒精消毒。我们教室一样会每日消毒，那娃娃车一样的每日消毒，这样。在跨班的大型活动暂时停止，因为你跨班、跨年级的活动要停止，这样子避免有任何的危险的因素存在。高雄市武汉肺炎防疫1级开设，教育局也要求囡仔家长入园进前拢要磅体温、戴水罨。市府讲30开工会领先全国，加严防疫管制。对于这个公司部门第一线服务的一个柜台人员要佩戴口罩，那入口这就是一个量测体温，那第一线服务人员佩戴口罩，那包括警卫也要佩戴口罩。密闭空间的大型活动展场，进出的人员除了戴水罨，也要磅体温。卫生局也甲大楼进一步的清洁防疫的做法。高雄灯会29号开幕，韩国瑜讲民众会当放心去看。我们会鼓励他尽量戴口罩，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最少有2次的会议，所以如果有新的变化，中央防疫系统有新的指示跟交代的时候，我们立刻可以跟着调整。对中央管制喙罨出口，韩国瑜讲。硬性规定袂用出口，无一定是聪明加智慧的决定。若是有假的物资，应该对外协作。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嘛已经出现武汉肺炎头一站本土病例，即马就医生较烦恼讲，武汉肺炎会哪来哪亲像流行感冒的病毒，症头无介严重，嘛有法度为人。说落来，咱防疫的重点是要避免第2波的社区感染。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即阵国内也出现头一个本土武汉肺炎个案。有感染科医师就烦恼，武汉肺炎已经愈来愈亲像流感病毒，传染扩散行为也愈来愈共款。即要是轻症患者就会喂互别人，潜伏期内底啊具有传染力，实在是无好预防。这个病毒的行为呢，开始比较像流感病毒，就是潜伏期可以相当短，也可以拉得长啊。然后呢，它可以有比较无症状的人，或者轻症的人，而且都具有感染性，有点像流感病毒的传播模式。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病毒是很难防治的。医师表示，台湾出现头一个本土个案，表示头一波社区感染受感染者传予亲密接触者，小家庭互相喂着。所来上重要就是安怎避免第2波的社区感染。若是周围的亲戚朋友厝边也被喂着，疫情就变更加严重。因为各行各业要伫拜4开工恢复运作，由医师建议政府应该要求民众在最近1礼拜到10天，到公共场所一定爱戴喙罨，避免防疫来失败。现在他的那个疫情还被控制在境外，跟那个病例有亲密接触的那些人的一种防疫措施，就是这些可能会跟病患有接触的人，他就必须要时常戴口罩。专家也讲，首例本土个案是第5例女性台湾干部的翁婿，2人长时间密切接触，家庭为着是会有期的，而且对这阵疫情发展来看，这传染力比SARS 也较厉害。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愈传愈严重，民众烧钱买喙罨。中华喙罨工厂即嘛是限制一个人敢通买一盒。天气遮尔寒，也是有民众排队透暝去排，着烦恼买无。人排到长乐道工厂已经坐一年，有600-700公尺长，号码发价1000块都无够发。有民众忍着加分，排规暝都是为着抢买喙罨。每人限购1盒，因为政府有规定。中华这间喙罨工厂过年期间依然咧卖喙罨，不过配合政府政策，几工前每一人用买5盒，29开始每一人干能用买1盒。有人排了12半点钟才买到，民众讲无够用啦。限购几张？限购1盒。1盒真的太少了，而且基本上现在可以选择的也真的很少啊。中华喙罨工厂业者表示，厂方目前有4条生产线作业，差不多已经生产10万片。其他正常上班后，11条生产线全开，配送通路正常了后，供货就会正常。从昨天的5盒降为1盒，配合政府的政策，开工以后一天大概有30几万，配销到各个通路去。第台南有大工厂是提早伫初3开工，每工平均生产70万片医疗喙罨。虽然每一人限制买2盒，不过9点开门无到2点钟就被扫了了。加哦，有啊，1点钟来啊。我无去过啊，我的经销商若甲去过吼，我就回不供的话，真的若撮好的话，我公司吼，这3年可能咱提供予社会使用吼。差不多38万到40万呢。卫生单位呼吁民众，喙罨教养就好，唔通囤伤济。因为武汉肺炎疫情，除了家己的健康防护，也要过来洗手，用酒精消毒，避免无必要的手、口、鼻接触，应减少感染和吸到病毒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来看家鸡，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家鸡建成300档的文化底子，家鸡文化局特别邀请6个传统工艺团队，配合6个少年的设计师，即马要做伙推出特展。用刀啊，将幼花碗刮开，以加工需要的材料完成了后，佮将一寡脆片豆豆的连做伙，原本伫庙宇厝顶呈现忠孝节义的工艺，加上动物保育的精神甲创意，变成城市活力的新代表。除了拉力以外，山鸟也好啦，也是台湾乌熊，甲上顶面台湾蓝雀，每一支毛爱看节。尤其是伫面头前看，比伫厝尾顶的所以爱去看无。我觉得剪莲让我还蛮，因为它的色彩比较丰富，然后比较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现在全台湾嘉义唯一一个蓝间医师，就是现在的这个陈卓明老师。除了展览工艺之外，日本建筑计经的南京，伫光影的运用之下，变成室内空间的装饰品。传统的宗教车秀也拍破平面的规则，有新的视觉感受。真的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做得这么美，把我们的南京一个新的风貌啊，在台湾来出现，是不是能够在走入家庭啊，被年轻人喜欢啊，想要持有这样子。像那些葱花什么的，我就用布卷起来，然后再去把它剪断，然后就变成好像有葱，还有那个辣椒的感觉，就是可以朝着比较现代一点的东西去发展吧。然后看就可以有比较多的可能性啦。光泽很吸引我，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可以很多样化，对，然后就可以比较深或是比较浅，比较浓的时候还有不一样的风味，然后我比较喜欢浅的时候。传统工艺结合新创技术，和车绣加枝烧、色器剪黏、南京甲茶艺，重新赋予新的生命。工艺伫遮毋干那是重新解释地方的文化特色，接落来也将上巴展览，互更较侪人也会当伫过年了后亲自感受这个传统甲创意的新结合。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咧新竹的竹北有一间真特别的庙，庙内底有奉祀12尊土地公，甲一尊石宝娘娘。当年拢会按照生肖，互这12个土地公照表来轮流上班，真神圣。只能35一直算到12，你无看毋到，这拢总奉祀12尊土地公，而且逐尊土地公顶悬拢有刻生肖。若到倒一个旧历年，倒一年的土地公都爱挂红彩带上班，看起来真趣味。
就是有12个那个土地公，对，然后很特别这样子，就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看过。办公室在附近，也是听别的同事说这是蛮灵验的，对，然后就来这边拜拜。因为我想那么多土地公来了还没有给他值班的土地公来讲大家都会偷懒了嘛。他偷懒12位土地公嘞，又刚刚12生肖了其实这间土地公庙的建庙过程，甲在地发展有真密的关系。文书工作者表示，当初为着进行高铁新德站的建设，政府征收附近的土地，真侪原本的土地公庙拢爱互拆掉。过几多年了后，才有人替这寡落难的新民找到一个安心的所在。目前目前有新埔9乡有8大伯公，还有德北5位土地公叫做5福公，12尊土地公实在是真少看到。在民国80年代高铁特定区成立要征收这周边的土地，然后有很多的土地公呢就被因为人都搬走了，就荒废了，没有人在祭拜，于是高铁当局把它迁移到这个公园搭一个铁皮公寮，让它在那边暂时安置。庙盖好，很多人想要这庙给他要来管理这样子了但是土地公不会给他们了，都是我在这里了他想要他们要给他嘛，他土地公不会给他。另外，伫土地公庙边仔目坑当初放菜一寡土地公的石头建物，更加显示出这的逐尊土地公拢有真久的历史，陪伴信徒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世代。记者综合报道。那伫花莲是有一个总铺师，伊因为真介意画图，若是有闲，伊就会夹笔出来画。安尼画咧，即马已经愈画愈有班。伊的作品袂输专业的同款，甚至伊的毛笔字嘛写甲真水。即马伊的作品已经有真侪人意爱。提到展示无用伫咧炒菜煮食，今年50岁伫花莲市经营小餐厅的齐天祥，除了真熬料理以外，还有一项技艺就是画图甲写毛笔字。尤其是素描，从来无学过美术的伊，竟然会使画出这样水的作品。我读书高中是电子科，那在学校呢，有时候会教室必报，高中时候就有兴趣，出了社会以后就停笔了，为了生活从事不同行业嘛。伫饲老板也练过毛笔字，所以讲爱伫个一百画边仔写一寡字，互人看得到地，感觉有趣味，不过也有真侪感慨。几年的时间也为了上清张的作品，人可以看得到地，拢真介意。学到伊是互主家耽误的画家。觉得画得很好，真的很厉害，而且看不出来是一个厨师画的这样。我觉得是有没有心想要做，如果你有心想要做的话，是可以做得很好。真爱学爸爸画图，今年才4岁，细汉后生，爱缀伫爸爸身躯边，摕着彩色笔也缀咧画。只有今年已经50岁，饲老板也真感慨，鼓励大家莫放弃家己的梦想。你想要跟爸爸一样厉害吗？练，就这么简单，什么都要练，包括煮菜也是一步一脚印，慢慢学出来。小孩子也是一样啊，你看他们现在在画图什么的，也是慢慢练，从兴趣中去培养。而厝内底人也真支持伊的兴趣，虽然画图甲本业无关系，不过这项技艺也成功为伊争取到袂少人客来食好食的料理，也顺线欣赏画作，也为店内救了一寡生意。记者综合报道。医疗病院医疗暴力的代志新闻，伫咧电视顶头、报纸顶头不时拢有。三总有一个护理科主任，伊家己嘛捌拄过病人使性地甲拍，遮尔侪年来，伊做家己去学武术，嘛家己发明医护的防身术。最近即几档，伊嘛去几啊间病院讲教，教人安那保护家己。若是医护人员去受到暴力的威胁，阿妈棍去用抽掉咧，敢若需要甲对方的手骨头关节大力甲钻过，就会当甲制服。抓起来就转掉，就是变擒拿术。若是对方拿刀啊、顶顶的武器，用双手甲对方的手骨抓掉咧，会当暂时保护家己。干什么？我想要抓，没有。然后你看我现在捅他不好捅。伊是今年41岁三军总病院家人分院护理科主任柯汉仁，伊伫咧精神科病房、加护病房服务10多档，家己嘛捌去互病患在后壁攻击。真侪年前，伊开始练武术，佮家己创作适合医护练习的医护防身术，嘛互伊伫咧医界加一个叶问的称号。保护下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打可能整个脑震荡就昏倒，对吧？另外一个是勒颈，
颈动脉再强壮的人，只要勒颈动脉，都是会昏倒，4秒钟就会昏倒。根据卫福部统计，107年到399件医疗暴力的事件，柯汉进表示，救人的医师甲护理师唔耐去互骂，而且互拍佫袂当拍倒转去，毋过上无会当防卫来保护家己，尤其是头甲阿妈骨的部分。急诊最悍就是勒护理师，都是好几个中影片，所以我会精选出新闻真实发生的事件，然后放在我们课程中这样子。柯汉人表示，这种医护方式术是结合巴西柔术甲俄罗斯武术，利用身体大关节来修演，就算讲是真细空间，嘛当随甲对方压制掉咧。最近这几年，一直全台湾70多间医疗医所开班上课，佮培养真济教官。护理人员就是可能专心在工作，在给药，在用药车的时候，然后后面可能会有人突然就是掐住你啊，或者是抱住你那样，然后就是会有教一些我们怎么挣脱的方式。是经过这个课程之后，就是可以去了解，就是怎样才可以在不伤害病人的情况下，然后去给他做一个压制。其实最安全是推这个地方，手真的伸出来了，你只要跟我一样拉伸就好。最好的暴力预防就是你要有沟通能力，同理的几句话，3句话就够了。比如说，先生，你看起来非常生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这2句话万用。为着要防止暴力，立法院已经修正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头一届甲公然侮辱日去规范，会当罚新台票3万块至5万块的罚金。若是致使别人重伤者，会当判3年至10年有期徒刑。若是致使别人死亡，则会当判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不离个柯汉人也是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加尊重医疗人员的专业，互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那运动员伫咧比赛，就是望讲会当摕到好成绩。即马科技部嘛有伫斗3工，科技部是推出精准运动科学研究的专栏计划，其中阳明大学甲台北市立大学合作，结合运动医学、也个物理治疗、甲摄影、甲这领域拢合做伙，会当随时甲选手讲伊倒也爱做调整，互因的技术会当愈来愈好，伫咧比赛会当摕到好成绩。手环好在穿好了，向顶头架教练举起来。亚当选手普通时的训练，除了有教练伫咧边仔协助，佫利用摄影机的动态摄影加 AI 摄像分析，监控每一遍练久挺久的教练规练。自动的追踪我们杠铃轨迹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经过长时间的大数据的分析，以及 AI 的这个智慧判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预防选手在发生运动伤害的可能性。那还有再就是预测他的一个最佳表现的可能的范围这样。动态摄影教练顶头智慧晶片分析，会当把选手的重心、力量参数传给教练，做到精准训练的目的。刚刚是哪里做不好？你哪里可以改进？选手跟教练对动作技术修正的一个依据，分析每一个举重强国，或者是每一个高手他的动作的特殊性。详细听教练跳起来次数甲声音拢无同，这种分量设计地址是用刻印的材料，正明显让检证检测，也让降低选手的运动伤害。弹跳太多的话，如果一个没注意的话，就会砸到自己。训练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吵。加科技用力运动是国际体育界这么正流行的潮流，因为若是有适当的科技，会让提供运动员的训练、技巧加营养方面的辅助，会让帮助运动员有更加好的成绩。另外，羽球、倒球的训练也开始有科技元素。譬如讲，羽球的智慧球拍啊，一个倒球的智慧姿势分析系统，拢会让一时监测分析选手拍球的姿势力量，找出进步的方法。现在总共有1年是先空了6000万。当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给这些运动高手更多的一些协助的时候，这些高手在瞬间的表现，真的可以超越他本来。科技部精准运动科学研究专案计划8个团队，分别伫亚当、棒球、羽球、倒球等项目伫咧推进，结合运动医学、物理治疗、自行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对就要来的东京奥运比赛，也将做运动员专属有利的作战武器。记者综合报道。
时代的改变，台北即马有高中是开课教囡仔安那谈恋爱。这款课程是结合心理学一寡理论，帮讲互学生囡仔对感情有正确的观念，先入捌爱情，安尼谈恋爱的时才袂失去家己。得到女孩子芳心，一定要靠眼神哦，因为眼神它代表一个重要的含义，叫什么？你有办法直视对方眼睛，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根据一项心理研究指出，若是专心看对方7秒，竟然有超过一半大学生尾仔变做情人。上山高中首创的高中爱情学课程，老师结合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甲经济学，配合上课时阵的小活动，用不同款的角度，让学生来熟悉爱情。我们看了2部电影，然后他还会找一些，比如说我们网络上看到的梗图来跟我们分享，或者他自己的亲身例子。就是你必须要用一些影片穿插，然后有梗图啊，然后不然就是你要请他们动一动，上来做实验。好，就是用一些那种人际互动，像刚刚我示范的那个东西，让他们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他们会比较能够专心听你在讲什么。配合108课纲实施，高中开出不少多元选修课程，让学生选修。师大新闻系毕业的老师黄碧君，希望将爱情变做一门的课程，跟学生分享家己的经验。我这辈子从小到大都想要谈恋爱，然后常常挫折，然后也常常遇到不顺的事情，然后可是在后来我成人之后，然后甚至我工作以后，甚至我顺利结婚这类的，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找到比较知道爱情的一些样貌，或者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学员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因为这样受伤，甚至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以失败经验，到熟悉，甲对方讲，交往安全分手，甲分手复原，爱情内底可能会遭遇各种的失败，拢藏伫课程内底，互授课学生拢感觉真有收获。心里觉得恐惧，就可能觉得那个调还很高很危险，那个恐惧换成就是以为脑袋会以为你是喜欢那个女生，就是那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心动的感觉。透过心理学理论结合上课时阵的小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爱情观，就算分开也用家己慢慢行出来。上山高中的爱情学，不是教学生安怎拍妹，而是让学生在爱情中找到家己。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山大学是放手予学生囡仔以独立册店的概念去办册展，而且结合空间艺术。这主题展览是一直展到2月23，乡亲有闲会当去高雄西雅园行行看看咧。软过长长的棚空设一个弯，一个落落去的风空湖，拢是一个主题册展。因为比较阴暗，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把整个灯啊打得比较亮，然后其实就是带点一种幽暗，但是又蛮温馨的感觉。册边啊有层代表梦境中的心内，册边啊也有光影透射，代表文字的重要性。高雄中山大学学生以独立册店做设计，主办亲乌册店，而且融合西雅园的百年风空湖空间，希望打造让人感受全新的册店。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营造出来的氛围，然后会跟他书的一些主题会有一些相符合。透过书店来作为一个社区场域的介入，我们希望抛出了什么议题？那如果书它是一个媒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进入不同的人的世界里面去做一种想象的可能？空间布置互用选册主题，互参观的民众读册也读空间。有的壁架是卖文创商品，有的是会当倒伫涂骹，伫黑暗中看艺术影片。展览期间，也会联合作家加在地剧团推出剧场。艺廊是本来就想好的，但书店其实是后来我跟系上的同学，他们也有在过程中一直提到说，其实一直很想要做一个独立书店。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有同学想要做，然后这个空间其实看起来也蛮适合做一个书店。因为我之前是念剧场艺术系毕业的，所以觉得它这个环境它蛮配合这次的展览的主题这样。是册展也是艺廊甲剧场，册展团体原本只是想要推广阅读，也毋过佫无想要互文字甲册停留伫无聊的印象内。透过艺术概念的规划，希望脱离阅读习惯的民众，伫遮重新定义自我甲阅读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来去看服装表演。model 毋是大人，是囡仔。穿水水做 model， 毋若大人，囡仔嘛拢感觉真风神。囡仔服装表演即马伫咧中国遮死行，而且已经办几啊千场啊。因为中国囡仔服装的市场真大，所以囡仔 model 的需求量嘛真大。也毋过囡仔总是囡仔，长时间安尼做事做服装表演敢好，嘛引起争议。
精心打扮、穿插流行囡仔伫舞台上行秀，为伫北京的这场儿童时装秀，只是全中国几啊千场的其中之一。今年中国囡仔衫市场快速成长，超过国内其他服装部门。根据市调机构欧瑞国际，2018年中国囡仔衫的市场价值超过1.2条台票。随着囡仔衫市场成长，对儿童 model 的需求也日渐增加，真侪人烦恼踮伫流行产业的细汉囡仔，相当的体力加心理的折磨，敢是被疏忽啦？4岁上生啊，优美甲优气并不是专业的 model。2年前，爸母将因送至北京的 model 学院，希望会当伫业界大出名。爸母投资因，带因去参加中国大细数百场的 model 竞赛。第一，他们是双胞胎嘛，而且又是龙凤胎。我觉得他们如果去配合一个品牌，或者去代言一个品牌，对于这个品牌有一个互相的一个作用，而且他们又喜欢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条可以作为他们发展一条路来走。那对企业有好处，也会当互家长发大财。在中国儿童 model 行一场走秀，上济会当赚4万块的台票。部分的爸母到底敢是真正为囡仔的利益设想引起质疑？网络上流传了这个影片，在杭州一位妈妈用腋卡站3岁囡仔，只因为伊伫 model 摄影的过程无愿意合作。儿童 model 训练学院创办人李先生却讲，这类的儿童暴力行为在业界是真正看的。从我们从业者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作为家长，我觉得是这样的，孩子嘛，小孩子都会有不听的话，都会有不听话的时候。那可能，妈妈们说一下，对吧？打一下，我觉得很正常。影片流出了后，杭州当局订定法规，限定儿童工作时数，并且禁止10岁以下囡仔担任品牌代言人。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童工法规慢慢严格，也不过也是有风险存在。已经超过110间儿童小卖品牌表示，将会减少使用儿童 model 的频率。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娘仔衫，是每一个查某拢希望讲，伫咧结婚的时会当穿水水，穿伫身躯的新娘仔衫，会当亲像伫囡仔册故事内底同款浪漫佮梦幻，啊无就是全世界只有一领。伫法国有一个新娘仔衫的设计师，伊是结合大自然，伊设计真侪真有特色的新娘仔衫，互真侪新娘仔一看到就爱着。新娘衫咧，互顶面用小提琴结合类似。所添出来造型充满乡村的感觉。另外一边咧，互顶面是添着玫水珍珠，用手工做花蕊一领搁一领，敢若亲像动画内底才会出现的款式，全部是法国设计师费康里的作品。L'inspiration elle est multiple.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on me dit toujours, et je le vois bien, et je sais comment je fais pour ça, qu'elles sont féeriques. Alors ça, c'est là. 费康里在法国历史悠久的小镇阿拉斯出世，因为自细汉互大自然包围，所以讲真爱自然，也有鲜花，甲家己的故乡。10年前也是一般上班族的伊，家头落辞掉，有时开始来设计，靠着家己自学，成做一位专职的服装设计师。几年前开始，伊开始用大自然的素材，改用伫个新娘衫的制作顶面，伊的作品也受到真侪人的学乐。J'aime ma ville, c'est pour ça qu'on a vu une robe sur Arras ou qu'on va voir une robe sur Arras. J'aime les vieux livres. En fait, j'aime les beaux objets du quotidien qu'on peut détourner, qu'on peut mettre sur une robe. 伫伊所设计新娘衫内底，除了结合花蕊，还有伫那只自然诉求以外，也加生活用品，亲像是册页、订单等，拢会变做新娘衫的一部分。无受限制创意，也创作出各种非卖品的新娘衫。Effectivement, le fait de pas avoir de limite, de pas avoir à se dire est-ce que c'est portable, est-ce que c'est dans la bonne taille, est-ce que si, est-ce que là, du coup, ça donne des libertés extraordinaires. Donc finalement, le fait de pas les vendre, ça me donne une liberté de création énorme, bien plus importante que si je devais les vendre. 即阵透过 Instagram 甲大家互相介绍，委托伊制作新娘衫的人是愈来愈多，伊的作品也得到专家的注意，分别伫法国甲立陶宛这所在美术甲纺织品的相关博物馆来进行展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要提醒乡亲，今仔日同款受寒流影响，天气足寒哦。气象局嘛有针对咱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
伫个北部的温度上低只有8度，上悬是1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只有7度，上悬是1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8度，上悬17度。外岛的温度是7度到1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